梁家傑議員。主席，我睇完呢個報告咧，我覺得好清楚嘅一個印象咧，就係呢個報告咧，全部都係迎合政府嘅立場嘅。有一個最明顯應該作嘅結論，但係冇作出嘅咧，就係香港人有個共識，就係要做真老闆，冇篩選嘅真普選，要有真正嘅選擇。呢一個結論咧係無處揾得到嘅，所以我覺得呢個報告咧根本就係偏頗，亦都唔能夠反映香港嘅民意。另外呢個報告咧有一個好清楚嘅信息咧，就係叫大家袋住先，袋住咩咧？就係袋住一票先。咁但係我相信司長同埋特首都明白嘅，當你嗰班提名委員會嘅人都係沿用四大界別，做王者代表嘅利益不變呢，你真係香港人手裏嘅一票嚟到向一個專權者嘅面上貼金啫。咁個情況係比而家起碼有689俾你叫呢係更糟糕㗎。咁但係你又唔指出呢一點，你仲係喺呢個特區政府操作中嘅人呢，你竟然唔向中央政府如實去反映同埋報告呢，我覺得係極之遺憾嘅。咁啊，就大律師公會嘅報告呢，就有好多人提過啦。咁有啲人呢，就係故意睇唔明嘅，就係即係斷章取義啦，以偏概全啦。但係有啲人呢，好似陳鑑林議員咁呢，我相信佢真係睇唔明嘅。咁或者呢，我就話一話俾大家聽應該點睇呢？即係我覺得大律師公會嘅意見好清楚嘅，就係你一定要尊重全體選民最高嘅參與度，亦都你要尊重個別選民能夠公平參與其中嘅能力。咁你專登就去迴避呢個冇篩選要真普選嗰個共識，咁你就我相信司長嘅智慧咧就係扮唔明嘅啫。咁但係對於嗰啲真係唔明嗰啲人咧，我希望我講完之後咧，即係都會明白啲。嗱，司長，我想問下你啦。嗱，頭先我聽有3-2位建制派議員咧，佢哋就似乎即係話你縮骨啦，即係話你咧就唔肯即係孭飛，就唔肯咧一棍打死公民提名，咁就蹉跎歲月喺度耽誤時間。但係當然我咧就有一個即係對你比較係慷慨嘅解讀啦。即係我覺得咧，你可能都係想用一個時間嚟到換取一啲空間，去尋求一個共識，而唔需要硬碰硬。咁我想問下你啦，喺餘下嘅日子，照你頭先論述嘅時間表咧，可能去到2015年嘅第一季咧，你先至會正式將嗰個決議案咧提交立法會嘅。咁喺呢一段時間，你點樣去尋求一個軟着陸嘅可能咧？你會有乜嘢做咧？譬如你一交咗報告啦，咁至到8月底人大開會，好似係22至26號啊嘛，聽講。咁之間你係咪完全唔做嘢咧？咁去到明年第一季之前，你又會做啲乜嘢嚟到去達至一個共識咧？主席，司長，你有10秒鐘答梁家傑議員。交咗報告之後，我哋會做嘅嘢咧就係繼續同各位議員咧係磋商。希望喺一個共同嘅基礎之上咧，能夠可以揾到一個共識。梁志祥議員。